这是我一个梦，本来是要用滑板车，但是主持人讲我年纪大，滑板车不适合我。今仔日叫红云讲，因来莅临这个第14届的美丽的高雄音乐会，拄啊嘛是，我甲阮爸爸写的一首歌《福尔摩沙颂》，今年拄啊39年，会当邀请各位来参加这个音乐会，我满心的欢喜。阮今仔日参阮的伙伴，用阮上好的，上好嘛是无偌好啦。不过阮足认真的练习，阮希望讲，阮分享恁大家，咱对咱这个土地的疼惜、爱甲希望。咱第一首歌，我要来唱《二水月娘》。这首歌是我咧写互我的故乡，写互我的妈妈。多谢。的月娘。